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4月2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3年前恒大暴雷，我们都在关心或者都好奇，那恒大暴雷以后，他欠银行的钱怎么办？今天终于有一个银行回应了。中证报报道说，民生银行回应恒大集团等贷款情况，已进行拨备计提。民生银行副行长黄宏日4月1日在该行2024年业绩发布会上回应泛海集团、恒大集团贷款情况时表示，截至2024年末，恒大集团在民生银行的贷款余额91亿元，均为房地产项目贷款。目前，该行对恒大贷款的总体贷款中占比不高，并且已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进行拨备计提，对该行的经营情况已无实质性影响。那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消化了，拨备计提就是当坏账了，要不回来就要不回来了。他说了对该行的经营没有影响。关于泛海集团，黄宏日表示，2024年末，泛海系在该行贷款余额为184亿元，泛海系贷款的主要担保物为武汉地区土地抵押、武汉中心大厦在建工程抵押、部分商业房地产抵押以及部分股权质押等。该行综合客户风险状况及抵质押担保情况等因素进行拨备计提。也就是说，泛海集团还有一些东西压在民生银行，民生银行根据相关情况评估再进行拨备计提，也是当坏账。不过这个给泛海集团的恐怕还有点渣渣能回来，就这意思。民生银行实际上只是个代表。我记得恒大这个它账面上银行的贷款应该是大概4000亿吧，我记得不太清楚，大概这个量级。毕竟它涉及的银行多，民生一家就91亿，我想那剩下的3000多亿恐怕跟民生银行是一样的，都要计提坏账，自我消化。如果有土地质押，那土地拿出来，说不定还能有点回头钱。换种角度看，也就是这些银行现在已经认清现实，进行处理了。处理的方式就是做坏账，认栽，自己消化。对大银行来说，他恐怕不在乎。毕竟恒大在他们行的贷款占他们行贷款的比例只有很小的一部分，黄了也就黄了。但是你要想想，如果是一个小行、城商行或者小的股份制银行，一个恒大在他们那儿贷款不算多，但是这么多大的房企暴雷都在他那儿有贷款，几个恒大加一起，恐怕这个银行就吃不消。恒大暴雷已经3年半了，现在也到了该清算的时候，丑媳妇要见公婆。我们再看各地楼市一个情况，前几天南京楼市部推行了新政，全面放开限购，对吧？还有其他的配套措施政策。根据中防报报道，南京二手房挂牌量激增320%，南京楼市迎来全流通大变局。南京目前二手房挂牌量增加320%，新增挂牌3051套。多位南京地产从业者表示，解除限售后，南京楼市挂牌量开始增多，市场供求关系面临调整，短期内市场正面临显著的抛压效应。南京市房地产协会会长、南京工业大学吴祥华教授表示，大量次新房源也集中入市，其中不乏开发商此前尾盘库存，新房供应端的扩容同样来势汹汹。科尔瑞数据显示，2025年3月，南京商品住宅供应面积达34.7万平方米，同比激增80%，环比更是暴涨481%。如按时间推算，大多数为第4代住宅产品。业内人士表示，随着次新房源与新规住宅的同场竞技，开发商必须在产品迭代、价格策略和营销创新上全面升级，才能在这场供应端的深度变革中占据主动。这个南京它本来是放开限购，加速流通，本来是想给这个楼市去库存，想让这个房地产企稳回暖，但是没想到迎来的却是二手房挂牌暴增，也就是那些手上有房子的赶紧把房子挂出去卖。这个挂牌的一多，二手房，但是买房的人并不一定变多，那就导致什么？你看看二手房挂牌增加，新房也在增加，新房增加这同比是481%，环比是80%。那你说二手房、新房都在增加，我不知道南京的房价会怎么走，大家自己去脑补。供大于求，那很多二手房房东那是降价卖，只要你买，他愿意降价，落袋为安，趁这个机会赶紧卖。刚才也说了，你看南京很多第4代住宅出来了，第4代住宅一出来，你说你二手房你不卖就等着贬值吧。它是第4代住宅，我们想象一下，你买苹果手机，对吧？这个
iPhone 17一出来，你说你 iPhone 16、iPhone 15你还得加价卖，有这道理吗 ？iPhone 17这一出来，那 iPhone 15、iPhone 16就开始狂降价，iPhone 14那就是甩卖，不是一个道理。要不然它怎么叫第4代建筑？在这种影响之下，二手房的房东他能不着急吗？尤其是等着钱用的，还有的是炒房的，那赶紧脱手。我们再看看中指研究院有个报告，他说一线城市约50%的人口在租房，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长租赛道，市场供应规模持续扩大，行业竞争明显加剧。在新项目投资布局上，企业愈发谨慎，进一步聚焦优质城市群、核心城市。分区域来看，根据中指研究院监测日调研数据，截至2024年末，集中式长租公寓主要品牌在5大城市群：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京津冀、成渝、长江中游。开业房源规模占各品牌全国门店总量比重超 90%， 其中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京津冀3大城市群开业房源规模合计占比超 80%， 与2023年末基本持平。分梯队来看，根据中指研究院监测日调研数据，集中式长租公寓主要品牌继续聚焦核心1、2线城市。具体城市来看，上海、深圳、广州、杭州、北京、南京、厦门、武汉、成都、重庆等城市集中式长租公寓开业总规模领先，明显高于其他城市。此外，随着市场竞争加剧，长租企业对城市内部项目投资的精细度要求也在提升，聚焦住房需求最旺盛的产业聚集区和热门轨道交通沿线。从1线城市已开业长租公寓项目空间布局特征来看，主城区内长租公寓项目分布较为密集，在主城区与近郊区域、结合区域，长租公寓主要分布于轨道交通沿线及重点产业板块。空间特征与近年保租房政策导向一致，与北京的海淀北部、亦庄、上海的华漕、徐泾、浦江、广州的科学城、智慧城、深圳的北站商务区、坂田等板块长租公寓门店分布较为集中，且多实现了较好的出租率。他说1线城市50%的人口在租房，这什么概念？以我跟北京市很多中介聊天，我不是有套房要租吗？对吧？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，北京的房租降得很厉害。建设银行下面有一个叫建信投资，它就是做这种中指研究院所说的叫长租公寓，它叫房屋银行，它的经营模式就是建信投资去房东手上把房子租过来，它的合同非常有意思，它是1年1付，直接把这1年的租金先打给你，然后他再去分割出租。我那房子就是租给建信叫投资，结果据说他最后1年，我们签的是5年的合同，他最后1年的大半年都没租出去，你就知道这个北京是什么个情况。所以合同一到期，他就提前解约，他提前4个月解约就不租了。我再找其他的中介，问了好几个中介，给的价格是一个比一个低。有一个是叫贝壳还叫什么，也是长租公寓，我可能把他名字忘了。自如，这个自如的管家跟我联系，他条件非常苛刻，他要求房东出钱装修，他们出方案，他们找人装修，他们有装修队，房东出钱，但是房东也不用真出钱，从这个房租里面把你装修的费用给扣掉，他不是一次扣，他是每个月给你扣掉1000、2000，他那个合同1签也是5，也就是让房东要承担装修的费用，完了之后他租金比普通的中介还要低，你还要承担装修的费用。那我说让他报价，他找设计师看一下那个房子装修成那个标准需要多少钱，他报价就是8万，我送他2个字叫滚蛋，也就是你还要承担这8万块钱的装修费用。后来我又找了一家这个中介，这个中介比自如给的价格稍微高一点，稍微高那么一点点，但是他不需要装修，但是比建信投资比那建行已经低了1/3。你看现在北京市租房的行情，我那个房子位置是非常好的，不是很偏，位置非常好，都是这样。房子难租，实际上就已经说明了一个情况，至少说明在这儿打工的人在减少，租房的人在减少。那这些租房的人去哪儿了？要么就去了更偏僻的地方，因为他们的收入在下降，他们承担不起这房租，你不降价，他就搬到更远的地方，甚至还很多人就离开北京，他找不到工作，他只能离开。这个2025年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发布，其数据显示4大1线城市近50%人口租房，其中35岁以上群体占比增速最快，超40%租客愿为品质装修增加预算，改善型需求向租赁市场转移。如何让存量变好房子？近日，
安全、舒适、绿色、智慧，好房子建设提上日程，存量房源提质增效迫在眉睫。蓝皮书指出机构化运营成住房租赁销存量、优质量、稳健发展的确定选择。你看我刚才说的，我遇到的自如，他要求这个房东出钱装修这个房子，让这个房子变成叫品质住房，变成好房子。这个概念是挺好的，但是你不增加房租，在房租暴跌的情况下，让房东还要花钱去租房、去修房、装修，显然就别碰到困难了。这些所谓的机构，这些长租房的运营机构，趁着这个什么政策好房子，趁着改善性需求，他把成本转嫁到房东头上。这个也反映一个现实，如果房东承担装修成本，那就意味着房东的租房收入会大幅下降，你下降的更厉害，说白了房价还要涨，这个逻辑就说不过去，甚至会导致二手房的价格会暴跌。因为你二手房即便能租出去，你也租不上价格，比你存在银行的利息还要低得多。那你为什么不存银行呢？把房子卖了存银行，你的收入还高一点，是不是这个逻辑？所以说导向实际上就说明房价你很难涨。如果好房子的成本是由这个租客承担，那这个房子你说房价稳住了还有可能。为什么？那有人买了房之后，他这个房租的租金比他存银行合适的多，那他也有可能就去到处找什么老破小，他就买完之后出租。我记得去年是吧，很多人跑到杭州去买老破小，100万左右的，买完之后出租。那老破小面临的就是要变成好房子，要装修，这装修又是一笔钱，你把这钱一算进去之后，你就发现这租金已经不合适了，你买老破小出租无利可图，你还得承担房价下跌的风险。实际上这个就对二手房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。实际上你衡量一个楼市能不能稳住，能不能止跌企稳，你就看这个租售比，当然还要看房价和收入之间的相对关系。所以说你只要房价在租金在下跌，实际上就说明这个经济形势不容乐观，不是人口在流失，就是大家打工仔的收入在急剧下降。我们再看看这个美金房产每日经济的房产的频道，他的一个新闻，他说深圳3月1-2手住宅网签总量环比增长54%。这个深圳还是非常火。说4月1号，乐友家研究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，2025年3月，深圳1-2手住宅网签总量达到10239套，环比增长53.6%，同比增长66.2%，同环比都在增长。深圳房地产市场呈现强劲复苏态势，其中一手住宅预售网签量2926套，现售网签量1235套，合计网签4161套，环比增长67.5%，同比增长47.2%。二手住宅网签6078套，环比增长65%，同比增长58%。二手房市场热度明显，3月录得7703套，接近8000套的荣枯线。价格方面，深圳3月新房成交均价5.34万每平米，二手房成交均价6.36万每平米，价格相对稳定。这是深圳的房产数据。深圳过去作为炒房之都，随着政府不停的救市，不停的出政策，深圳作为一线城市，这似乎新房二手房都稳住了。不说价格，是成交量，这个是有原因的。因为从最近的数据来看，2024年深圳新增人口20万，就是常住人口，深圳的总人口达到了1800万，深圳也成为全国密度最高的城市。这个深圳它从30万人口到1800万，这一共是30多年40年，就平均每年增长40万。那现在2024年20万，那说明深圳人口增速在下降，但是它还在增加。你看，一方面是咱们人口在下降，你不能否认，很多地区的人口是在流出，但是深圳作为一线城市，人口还是在增加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北京的人口好像都下降了，北京常住人口下降了，应该是2万还是20万呢？我记得是下降。2024年，深圳是增加20万，人口向这个大城市集中，这个趋势不改，只是现在集中的速度慢了，总人口在下降，这一线城市人口还在集中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你只要人口在流入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房价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它就是下跌，它也跌得慢一点，因为人在增加，韭菜在增加，韭菜增加，刚需它就在增加。反过来，人口流出的城市，你说房价你能拖得住吗？人是越来越少，所以它只会加速下跌。那大家为什么愿意去深圳？深圳人口为什么增加呢？就因为深圳都是外地人，大家到深圳都一个目标，就是搞钱，来了就是深圳人。深圳没有什么老深圳人，什么新深圳人，深圳都是新深圳人。大家看一个视频，深圳行不行，就看深圳人能不能搞钱。最近我疯狂收到外地朋友们发来的同一个问题：深圳还行不行？新年至今，杭州取代深圳等观点甚嚣尘上，让全国对深圳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探讨。我不想用官方数据或个人体验来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我想让大家想想另一个问题：
40多年来，为什么大家都愿意来深圳？2024年，深圳新增近20万常住人口，总人口达到了约1800万，是全国密度最高且最年轻的城市，没有之一。而且深圳还连续2年成为最吸引95后的理想之城。但是45年前，深圳才仅有30万原住民呐。这算下来，深圳每年平均增长约40万人，相当于马来西亚国家一个国家的每年出生人口。那么深圳的吸引力究竟是什么？仅仅是因为一句来了就是深圳人吗？在小镇子看来，40多年来，全国各地年轻人愿意背井离乡，前仆后继的到来深圳，有且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来深圳能逆袭。说好听点叫逆天改命，说俗一点叫来深圳能搞钱。因为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深圳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，改革开放至今，普通人在深圳实现人生逆袭的几率就是比任何一座城市都要大。所以深圳行不行，只要看我们在深圳还能不能搞到钱，深圳还有没有造富能力。尽管统计方式不同，但深圳平均薪资肯定是全国前3的。更何况深圳有腾讯、华为、比亚迪、大疆、平安、招行等大企业，年薪100万并不是梦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即便不选择富士康这样的蓝领大厂，但深圳还有华强北的硬件、水贝的黄金、南油的服装、坂田的跨境电商等等，这些不同行业都存在着无数从草根到富人的小老板，哪怕在深圳送外卖、跑滴滴，也出现了能买房买车的单王。而且深圳搞钱速度比任何城市都更快，年轻人在深圳需要多久能登上人生巅峰呢？创业的话，可能用不到10年。做光伏的拉普拉斯，做芯片的英吉星，在深圳创业只用了8年就在 A 股上市。成立于2014年的云天力飞，2023年在科创板上市，用了9年。2015年开始创业做机器人的粤江科技，2024年登陆港股。成立于2015年的影视创新，由7、8个90后大学生团队来深圳创业，已经在今年成功 IPO。总体上看，在深圳，一家初创型民营企业从设立到成长为科创板上市公司，平均年限为13.35年，比全国的平均速度快了 1.05年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深圳科技企业在2015年的平均融资额是120亿元，到了2024年，融资额达到了1800亿元。截至2024年底，深圳上市主体总量突破440万户，连续13年稳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，每1000人就有超过227个老板。深圳民营企业平均存续期6年，远远高于3.7年的全国平均水平。更厉害的是，深圳17%的民营企业能经营10年以上。可见，不管是打工创业还是副业搞钱，不管是大学生还是中年人，深圳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能淘金的金矿，依然是一张能逆天改命的人生彩票。而只要在深圳还能搞钱，深圳还能造富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来到深圳淘金，深圳的未来就肯定行。就像博主何菜头说，是怪物就去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。人们通常认为，唯有最强悍、最狡猾、最有野心和能力之辈，才能在那个舞台上角逐。所以，不管你是什么时候来深圳，我们都是一只梦想着翻身、搞钱、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怪物。别问深圳行不行，因为是怪物。就年轻、包容、创新、敢想敢干，这些就是深圳的吸引力标签。40多年来，全国各地年轻人愿意背井离乡、前仆后继来到深圳，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，就是来到深圳能逆袭，也就是能够逆天改命。咱说通俗点，就是到深圳就能搞钱。这个我在以前直播里面我都反复说过，年轻人找工作，你就几个地方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。我首推北京和深圳。年轻人到北京找工作，那叫占领制高点，那是高地。年轻人到深圳去找工作，到深圳那叫效率，就是搞钱。你到深圳去大家谈钱一点都不俗，也不用遮遮掩掩，因为每个到深圳的人都是为了赚钱，大家也没有那么多废话，讲的就是效率。大大小小老板都是为了赚钱，所以你只要有利润，就能把人叫到一起来研究。这就是深圳的特点。只要一个好的想法，一个好的项目，你马上哪怕夜里12点，你一个电话就能把这个产业链上下游人都给叫齐。这个我说实话，你在北京做不到。北京你到了晚上8点打电话叫人，那都是不礼貌了，人家回家要休息。在深圳不用担心这个，你晚上12点打电话，只要有钱赚，马上出来。但是深圳过去几年，有时候房价涨得太猛，涨得太快，对这个打工仔得去深圳闯荡的人相当不友好。你很多人在那儿混个半年，搞不到钱，只能走了，连东西都不要了，跟房东那叫不辞而别。我觉得主要是房价涨得太快，炒得过了。但是即便这样，你相比较而言，那深圳还是打工者的乐园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。谢谢大家。